吉吉，你咧看啥？哇，鸟心鸭啊！一点仔拢无像啊！因为伊还阁细汉啊。我唔相信，鸟心鸭啊，哪有可能生安尼？有影就是安尼啊。哪有可能？有影啦。Hello， 我是乐乐，爱听我的频道哦。阿姊，鸟心细汉的时阵，生做啥款？哎哟，就是粉红仔色，足细一只，乐乐拢无要相信我。吉吉，咱来甲乐乐好好啊讲，因为大鸟心甲倒出世的鸟心鸭啊，真正生甲差伤济啊，所以乐乐无法度相信。行，咱做伙去问看卖7岁婴仔阿姊。哇，足侪人来看婴仔阿姊的呢。对嘛，鸟心生做安尼唔才对。你好，你的小妹医保咧？伊阁袂当出来，爱等伊有气力家己行的时阵，才会当出来。伊即马敢阁袂晓行？阮鸟心甲人类红婴仔共款，先学会晓翻身，豆豆啊才会晓爬，小妹才拄会晓翻身呢。保育员阿姊讲，有一届小妹无细只翻到眠床的外口，家己翻袂转来，只好伫外口等阿母发现伊。鸟心鸭仔的手甲骹，阁制裁袂掉身体的重量，所以敢若会当拍咧，用骹手踢，豆豆啊扭身体向前。我知，就亲像游泳共款，安尼爬。对，等医保较大汉，伊就会当家己行，嘛会当伫树仔顶爬来爬去哦，像我共款。小朋友，恁摇看觅，是安怎鸟心会伫树仔爬？1. 为着要闪敌人，2. 看到树仔就想要爬，3. 酸米小吹。答案是1. 为着要闪敌人。阁有，我上爱摸树身啊，树皮有香香的味，嘛互我的身体香香的，足香的。鸟心阿姊，那安尼恁小妹食啥？伊啉阿母的奶。阿爸讲爱等到较大汉，甲我共款，有超级勇健的喙齿，才会当开始食竹叶啊哦。嘿嘿，竹仔有甜酷酷的外壳，需要靠勇健有力的喙齿才甲会叮当。来，我示范互你看。乐乐，竹仔是鸟心上主要的食物咯。是安怎鸟心敢若食竹仔咧？你摇看卖啊！1. 食竹仔，腹肚会凉凉。2. 鸟心介意青色的食物。3. 大个所在边仔有真侪竹仔。答案是3. 大个所在有真侪竹仔。其实真久之前，原不是干那食竹仔哦，是因为车地竞争。鸟心最后搬去山顶，山顶有足侪竹仔，阮最后才把竹仔当作主要的食物。哦，就甲无尾心，敢若食油咖喱叶共款。啥人咧叫我？点心时间到咯！迄个保育员阿姐咧创啥？因咧放鸟心的四手啊，有红菜头、红果甲乌乌头。互鸟心补充营养，嘛去面面起来当一个哦。足香的红菜头，真好食。我嘛有哦，额头伫遐，看我的，哎呦，足晕的，要困一下，过来一干。成功啊！对啊，除了食物件，阮鸟心啉水嘛真厉害哦。阮的喙齿会当卷做一支树管，安尼啉水就更较方便啦。你看我的小圆宝，一出世就会晓啊！所以，
迄个粉红色的，真正是猫形鸭啊！我讲的对吼。无毋对，我鸟形拄出世的时阵，规身躯拢是粉红色的，佮有短短的毛，爱等阮大汉才会偷偷看到乌目钳、乌耳仔甲小狗哦。元宝即摆的乌目钳嘛拢生出来啊呢，保佑阮阿舅摇手果，伊阁会看向发出声音的方向咧。囡仔真正是一边大一寸啊！原来是安尼哦。乐乐、吉吉、团团阿爸要休困啊哦。是啊，哪会甲无尾熊园长共款，食饱就困啊？啥人佮咧叫我？因为着啊纤维悬，热量有加，需要真侪体力，互我的身体消化。所以食饭饱就是困中昼的时间到啊！团团阿爸竟然安尼就困去啊！小朋友，今仔日咱去动物园看猫熊，发现猫熊细汉的时阵甲大汉真正生了无啥共。多谢动物园的保育员阿姐阿姨用心照顾团团、圆圆、圆仔甲元宝一家伙啊！阿姊讲，真侪野生猫熊住的所在，拢去互人类破坏去。竹仔若是无洗好，要是互人类大量挽去，猫熊都无物件通食。不过今仔日看到元宝的相片，伊生了搁较像猫熊吗？乐乐，伊一直拢是鸟形啦。今日来动物园真好耍，后盖我要搁甲恁去别个所在佚佗。好啊！乐乐有冰刀咯，会记得爱饲定冰刀的动物哦。嘿嘿嘿嘿。